減息週期已經開始咗啦，一個可以滿足3代人嘅現金庫一啲都唔誇張。等我同大家分享下呢個盛世系列，為慶祝盛世領航10年，特別推出飛揚盛世儲蓄壽險計劃，真係前所未見咁吸引，俾到你超高嘅預繳保證利率有成10厘，而且計劃只係支付2年，就可以鎖定派息率派足128年。舉個例，2年總付金額20萬美金，就可以享受到理財回報嘅樂趣。喺呢個講求 work-life balance 嘅年代，個個都想一邊享受生活，一邊輕鬆累積財富。我哋係最快第2年尾就可以提取4到7%，攞得越長時間，累計嘅總金額就越多，真係可以邊存邊享受，完全唔使擔心市場波動，真正靈活理財，動靜兼備，加上複利率增長，做到輕鬆翻倍再翻倍。而且仲連續10年100%分紅，實現率可以幫你財富穩步成長，戶口金光滿滿。想擁有理財自由加穩定回報，記得 PM 我傾下咯。